各位老友記，好多人每日朝早起身忙到天黑，捱足大半世，日日為銀紙、仔女、屋企大小事操心，半夜瞓唔着，總係疑惑自己究竟幾時先可以唔使奔波，安安穩穩享清福，甚至仲有意外橫財落袋，使錢唔使睇銀包。好多街坊走過來同我傾偈，話後生時拼盡全力做搬運、開士多、進廠打工、走南北做生意，捱過日曬雨淋，受過小人算計，蝕過本錢，為仔女讀書供樓，掏空積蓄。眼見同輩有人中年發達，自己仲係平平淡淡，難免心有戚戚，懷疑自己命格唔帶財，一世都要捱苦。我研究易經、命理、人情世事，大半輩子，輪椅上走遍好多地方，見過無數不同命格嘅人，有20幾歲一夜暴富，轉眼一無所有，亦有前半生清貧簡樸，一過50、60歲忽然轉運，屋企物業、存款、意外分紅、親友饋贈、投資收益接踵而至，橫財一筆接一筆，仔女孝順聽話，身體無大病痛，日日飲茶下棋旅遊，真正做到有錢有閒，福氣滿滿。老話講，少年得志如牆頭草，風光難長久，老來富貴先係真福氣，歲月沉澱落嚟嘅財運先守得住，享得久。12生肖之中有4個生肖天生帶滿腹財富，早年嘅辛苦都係鋪墊，一個中年大運開啟，正財穩健打底，橫財源源不絕，越到老歲金銀越厚。今日唔講虛浮玄學，唔亂吹天花亂墜，結合我多年親眼所見嘅真人故事、易經地支、五行道理，細細拆解呢4大上等萬福生肖。各位可以對照自己、老伴、仔女、老友記，睇下係唔係命中帶富貴晚年。亦都話俾大家知，就算係上等命格，都要修身積善，先可以完全接住天降財氣，否則財到門前亦會擦肩而過，白白浪費天賜機緣。先講我早年喺電台做廣東廣西節目時遇到嘅一位聽眾陳伯。佢當年致電入熱線，語氣消沉，話自己屬牛，當時54歲，由16歲出社會做泥水學徒，日日搬磚批檔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為人老實耿直，唔識講圓滑說話，做生意唔肯偷工減料，同行好多人快錢，佢寧願少接單都要做足工序。30幾歲結婚，一口氣湊大3個仔女，供書教學，供仔女買樓首付，幾十年落嚟，手頭從來冇大額積蓄，仲因為幫親戚擔保蝕咗10幾萬，屋企細屋窄房，每日清茶淡飯，見到身邊同齡老友炒股、買鋪收租，發咗橫財，自己越諗越心灰，懷疑自己勞碌命，一世都冇出頭之日，問我晚年仲有無轉運發財嘅機會。我當時喺電話入面同佢拆解丑牛命格，丑土為濕土，係12生肖專屬財富。丑中藏辛金偏財，癸水橫財，己土正財，只係土性厚重，藏財太深，需要歲月打磨先至會開庫。50過後行4富大運，早年所有勤懇誠信行善積累嘅福報都會轉化成財運源源不斷湧過來。叮囑佢唔好灰心，守住本心，唔好貪高風險投機，穩守積蓄，適度做穩健投資，多行善事，5年之內必有翻天覆地嘅轉變。事隔7年，陳伯專程拎住茶葉嚟港台會客室，多謝我。當年54歲嘅消沉泥水佬，61歲已經手握3間收租鋪，仔女全部事業有成，每個月租金分紅已經夠佢同老伴環遊內地同東南亞，仲有一次早年幫襯過嘅舊業主，多年後返嚟尋佢，贈送一筆豐厚嘅感謝金，仲介紹優質地皮投資，一筆橫財落袋幾十萬。佢話自己從來冇諗過一把年紀，仲可以有咁多意外之財，飲茶旅遊使錢完全唔使計較，
孫輩讀書學費、出國開銷唔使擔憂，每日公園下棋、遊山玩水，真正體會到晚年大富大貴嘅滋味。呢個真實故事正係第一個晚福大財生肖屬牛人最好嘅寫照。屬牛地支為丑，五行屬濕土，土主藏立，世間萬物金銀珠寶都依靠土承載，所以屬牛人天生自帶財富格局，只係財氣內斂，唔似屬虎、屬龍人早年鋒芒外露。後生時期運勢多為蟄伏打磨階段，20至45歲人生重心全部係付出、承擔、耕耘。做打工仔就踏實做好本分，做生意就堅守誠信底線，待人寬厚，就算受人虧欠、吃虧蝕底，亦唔會記仇報復。呢份厚道心性就係積存福報、引動晚年橫財嘅根基。好多人誤會屬牛人死板唔識變通，賺唔到大錢。其實唔係佢哋冇賺錢眼光，只係唔肯走投機取巧、損人利己嘅捷徑。偏財橫財，講究以德配位，急功近利，心術不正之人，就算一時得橫財，最終亦會財散人離。而屬牛人日積月累嘅好人緣、好口碑，到中年之後，全部轉化為貴人運，好多意外賺錢機會都係舊日相識、街坊鄰里曾經幫扶過嘅人主動送上門。命理之中，丑土與酉金，是火三合財局。每逢雞年、蛇年、牛年，偏財星大動；中晚年逢呢啲流年，極易收到分紅、拆遷補償、親友饋贈、閒置物業升值、古董藏品增值等等橫財，數目細則幾萬，大則幾十萬、上百萬。而且呢啲意外之財唔會輕易流失。屬牛人天生懂得守財，唔會胡亂揮霍，懂得合理規劃儲蓄。穩健置業，越老家底越厚。好多屬牛老友60歲之後，仲會遇到意料之外嘅賺錢門路。有人退休之後閒不住，開小型農產品士多，街坊捧場，生意火爆。有人早年隨手買嘅舊單位，多年後舊城改造拆遷，一筆巨額補償款到手。亦有人年輕時隨手資助過後生晚輩。晚輩發達之後，知恩圖報，定期饋贈分紅，種種橫財源源不斷，一年接一年數唔完。當然，命格再好，亦有需要規避之處。屬牛人切記唔好晚年固執偏激，為小事同人結怨，戾氣會封閉自身財富。平時多行善，布施街坊，幫扶後輩，心寬則財門常開，晚年金銀福氣自然接踵而至。第二個注定晚年大富大貴、橫財連綿不絕嘅生肖就係屬龍人。神龍為12生肖之首，自帶天貴星、天財星，氣場開闊，命格格局宏大，天生與富貴有緣。我認識一位做進出口貿易嘅龍叔，1952年壬辰龍，後生時期心氣高，20幾歲獨自落南洋跑生意，中間經歷過貨運沉船、貨物扣押、合夥人背叛，2次幾乎傾家蕩產，身邊親友都勸佢收手返內地安穩打工，佢卻唔肯輕言放棄。跌倒之後沉澱經驗，調整經營思路，待人重情重義，賺到利潤總會分潤俾跟隨自己嘅員工。遇到同行有難，亦願意出手相助。40幾歲生意先逐步穩定。57歲之後，大運徹底翻身，海外市場訂單成倍增長，早年購置嘅商鋪、寫字樓大幅升值，仲有幾次偶然機會購入稀缺地段地皮，短短幾年資產翻倍，更有多次天降橫財。有一次多年前放棄嘅合作項目，項目負責人發達之後，專程尋到佢，送上一筆巨額補償分紅。仲有一次旅遊途中隨手買嘅紀念彩票中咗頭獎幾十萬，諸如此類，意外之財隔三差五出現。如今龍叔年逾70，生意交由仔女打理，自己同老伴定居海邊度假屋，名下10幾間物業收租，每年投資分紅、租金、各類意外橫財加起身，衣食住行完全唔使擔憂。
每年都會組織全家出國旅行，孫輩留學費用全數包辦，街坊鄰里人人羨慕佢，晚年富貴無憂。神土屬水庫，藏癸水偏財，神又為天干貴地。農人天生眼界長遠，唔會拘泥眼前分毫小利。後生時期雖然起伏多，賺得多使得多，難以存下大額積蓄，但每一次挫折都係積累人脈、拓寬格局嘅過程。到50歲之後，心性沉澱，剃去年輕時衝動急躁，做事穩重周全，正財根基穩固，偏財運勢全面爆發。易經之中辰與子申三合水局，水主偏財橫財，每逢鼠年、猴年、龍年，屬龍人極易遇見各類意外進帳，投資風口精準踩中，遺產繼承、項目分紅、舊資產增值、貴人饋贈等等，橫財接連不斷，一年數筆數唔完。好多屬龍老友60歲之後仲會發掘全新賺錢渠道。有人退休後收藏字畫玉石，多年藏品忽然升值，轉手獲利豐厚。有人早年幫助過嘅後輩創業成功，主動邀約入股分紅，亦有拆遷、股權兌現、保險理賠等意外大額收入上門，財氣連綿不絕。好多人覺得屬龍人年輕風光，晚年運勢會衰退，其實恰恰相反，龍人貴氣，隨年歲增長越發濃厚。年輕嘅波折係為晚年大財鋪路，只要中年之後戒除好大喜功、衝動投機嘅陋習，唔好輕信陌生人、高回報圈套，守住穩健投資底線，多積善緣，晚年財富大開，正財橫財一齊湧來，大富大貴，安享餘生。我同好多屬龍長輩傾偈，佢哋共同嘅感慨都係50歲之前嘅辛苦同波折全部值得。一過60歲，錢財自動找上門，唔使日日奔波勞碌，坐屋企都有源源不斷嘅收入，橫財年年有，福氣代代傳，屋企和睦，仔女成才。呢種福氣並非單純運氣，係龍人大格局、重情義、肯擔當收返嚟嘅福報。第三個自帶滿福橫財年數唔完嘅上等生肖就係屬蛇人。是蛇地支屬火，暗藏庚金偏財，心思密，洞察力遠超常人，擅長捕捉旁人忽略嘅賺錢機緣，性格低調內斂，唔會大肆宣揚自身計劃，默默佈局，靜待時機成熟，收穫豐厚回報。好多人對屬蛇人存有偏見，覺得蛇命格清冷，容易招惹是非，其實只係唔了解是蛇撞財嘅命理玄機。蛇係疾福之象，財氣全部暗藏心底，早年唔輕易顯露，等到年歲漸長，閱歷充足，財氣徹底釋放，橫財一筆接一筆。我有一位多年老友，1953年癸巳蛇，年青時喺國營單位做會計，做事謹慎細緻，唔愛應酬交際，下班之後閉門研究字畫古幣收藏，工資收入平平。屋企生活簡樸，身邊同事都笑佢死板，唔識識外快。佢亦唔爭辯，只係堅持自己嘅愛好。每逢閒餘積蓄，就購入平價舊藏品，一晃30幾年。到佢58歲退休，古玩市場行情大漲，早年低價入手嘅字畫、錢幣、玉器全部大幅升值。分批出手之後，獲得近100萬橫財。除此之外，佢年輕時幫單位梳理帳目，發現領導被小人蒙蔽，仗義直言，避免單位巨額損失。多年後，當年嘅老領導退休經商，特意尋到佢，邀請入股分潤，每年穩定分紅10幾萬。仲有閒置房產、舊城改造補償、理財產品到期高額收益、各類意外之財，連續多年冇間斷。如今年過70，每日流連古玩市場、茶樓飲茶，名下多套物業，存款充足，仔女事業穩定，唔使佢操心，閒來資助街坊困難家庭，日子富足自在。人人都話佢深藏不露，晚年忽然發達。時火煉金，金代表金銀偏財，
屬蛇人天生具備精準嘅投資眼光，唔會盲目跟風，面對市場熱潮保持冷靜判斷。後生時期默默積累資本與人脈，唔輕易出手。等到中年大運開啟，早年埋下嘅伏筆全部兌現，偏財橫財接踵而至。命理之中，次與有丑，三合金局，金為財星。每逢雞年、牛年、蛇年，屬蛇人偏，財星旺到極致，極易收穫，藏品升值，股權分紅，舊債收回，貴人饋贈，拆遷補償等大額橫財，一筆接一筆，年年都有意外驚喜。好多屬蛇老友60歲之後，仲會發掘冷門賺錢門路。有人憑借細緻心思做古董鑑定，賺取豐厚酬勞；有人早年出借嘅款項，多年後對方發達，連本帶利歸還額外補償；亦有親友生意發達，主動贈送股份，橫財源源不斷，數之不盡。屬蛇人晚年富貴嘅關鍵，在於戒除多疑記仇嘅心性，唔好因為早年吃虧，心存怨念，待人多一份包容寬厚，少算計他人。財氣先可以順暢流通。若終日糾結得失，猜忌旁人，即便天降橫財，亦會擦肩而過。只要保持平和向善之心，屬蛇人晚年財富全開，正財安穩兜底，偏財橫財年年到訪，大富大貴，無憂終老，享盡人間清福。第四個注定晚年有福、橫財連綿不斷嘅生肖就係屬豬人。亥豬地支屬水，水主財源，亥為天福星。12生肖之中，福氣最厚重嘅命格，天生心胸豁達，唔計較小事，待人真誠和善，甚少同人結怨，福報深厚，財神格外偏愛心寬之人。所以屬豬人，即便唔刻意追逐錢財，財富亦會主動上門。晚年財氣尤為旺盛。我喺社區松柏講座認識一位豬婆婆，1947年丁亥豬，一生命運坎坷，30幾歲丈夫意外離世，獨自拉扯4個仔女長大，靠街邊賣自製糕點維持生計。每日凌晨起身油面蒸糕，風吹日曬，收入微薄，日子清貧艱苦。即便生活拮據，遇到街坊鄰里有困難，佢總會分出糕點接濟。旁人虧欠佢銀紙，佢亦唔會上門追討，只係一笑置之。好多人勸佢自私一啲，先顧好自己仔女。佢總講大家都有難處，互相體諒先係正道。豬婆婆56歲那一年，早年曾經接濟過嘅後生仔，外地經商發達，專程返嚟探望，見佢晚年仍然操勞，主動出資幫佢開大型糕點鋪，鋪租人工全部對方承擔，利潤分一半俾豬婆婆，生意火爆，每月穩定大額收入。沒過2年，佢年青時居住嘅舊屋納入拆遷範圍，一筆豐厚補償款到手，仲有多年前隨手購入嘅小額保險到期，賠付一筆巨款。之後每年都有老友後輩饋贈分紅、禮品、禮金，各類意外橫財，年年都有。如今豬婆婆已經78歲，糕點鋪交由孫輩打理，自己每日公園散步，同老友飲茶打牌。名下2套收租物業，存款充足，仔女孝順，孫輩懂事，每年全家出外旅遊，使錢完全唔使計較。街坊都讚嘆佢苦盡甘來，晚年福氣爆棚，橫財年年不斷。亥水為大水，主四方財源。屬豬人天生自帶貴人磁場，待人不計得失，樂善好施，積攢無數善緣。早年嘅清貧辛苦，全部係積存福報嘅過程。一個50歲，天福星發力，財門大開，正財平穩，偏財橫財絡繹不絕。命理之中，亥與卯未三合木局，木生財氣。每逢兔年、羊年、豬年，屬豬人偏財星旺盛，極易收到後輩分紅、拆遷補償、親友饋贈、理財增值、遺產繼承等大額橫財，一年數筆，連綿不絕。好多屬豬長輩
60歲之後唔使辛苦勞作，單單租金、分紅、各類意外收入已經足夠富足生活。有人早年幫扶嘅晚輩發達後定期補貼，有人閒置物業增值轉手獲利，有人購買嘅理財產品基金多年後大幅盈利，種種橫財源源不斷，數都數唔完。屬豬人晚年守住富貴福氣嘅關鍵係戒除心軟輕信、盲目借錢俾他人嘅習慣，晚年積蓄做好穩健規劃，唔好輕信高回報騙局。同時保持樂善好施嘅本心，多行善積德，福報疊加，財氣只會越積越厚。晚年真正做到有錢有閒、大富大貴，日日享福無煩惱。講完4大上等晚福生肖嘅真人故事同命理根源，好多老友記此刻心入面一定會有疑問，唔係呢4個生肖嘅人係唔係晚年就一定清貧，冇橫財福氣？呢度我一定要同各位講清楚，易經命理從來唔係定死一生，生肖只係人嘅先天命格底色，先天帶晚福財富只係上天賦予嘅機緣，若後天心性刻薄，刑諸必較，損人利己，揮霍無度，就算係龍、牛、蛇、豬4大上等命格，亦會親手封閉自身財富。天降橫財都會擦肩而過，反之，就算其餘8個生肖，只要一生勤懇踏實、寬厚待人、積善布施、懂得守財規劃，中年之後一樣可以轉運聚財，晚年衣食無憂，亦會有意外橫財上門。命理講福自我求，命自我造，先天命格係地基，後天心性行為先係起高樓嘅磚瓦。地基再好，磚瓦腐爛歪斜，樓宇終究難以穩固。地基普通，磚瓦紮實敦厚，一樣可以建成安穩富足嘅屋宅。我大半輩子接觸無數案例，見過屬虎、屬馬、屬猴、屬兔、屬鼠、屬羊、屬雞、屬狗嘅長輩，一生行善勤懇，晚年同樣置業豐厚，橫財到訪，日子富足。亦見過4大上等生肖之人，中年之後貪婪投機，斤斤計較，時常與人爭執結怨，揮霍無度。就算有大額橫財落袋，最終亦會快速散盡，晚年反而清貧拮據，日日為銀紙發愁。由此可見，心性同福報先係決定晚年財運福氣嘅核心根本。生肖只係輔助參考，唔可以一概而論判定一生貧富。再細細拆解4大生肖晚年橫財出現嘅共性規律，方便各位老友記對照自身運勢做好準備。接住天賜財氣，第一，4大生肖橫財爆發節點普遍集中喺55歲至65歲之間，呢10年係人生晚運黃金期。早年幾十年積累嘅口碑、人脈、福報全部集中兌現，正財穩步上漲，同時偏財源源不斷。第二，橫財來源大多係早年埋下嘅善緣同投資，極少係虛無縹緲嘅短期投機彩票，多數為拆遷補償、舊資產增值、後輩感恩分紅、貴人饋贈、藏品升值、股權兌現。全部係歲月沉澱落嚟嘅踏實財富，唔會輕易流失。第三，每逢自身生肖年、3合生肖年份，偏財星帶動，當年極易有大額意外收入，需要提前做好儲蓄規劃，唔好一次性大肆揮霍，將橫財轉化為物業，穩健理財，令財富越積越厚。第四，4大生肖想要完全接住晚年大富大貴嘅福氣，必須守住3條做人底線。其一，待人寬厚，吃虧唔計較，多幫扶身邊有困難嘅親友鄰里，善緣越多，貴人越多，橫財機緣隨之增加。其二，戒除貪婪投機之心，唔好輕信陌生人大額高回報投資圈套，晚年積蓄以穩健保值為主，避免一夜蝕底，耗盡半生積蓄。其三，心態平和，少侵怒，終日抱怨，與人爭執會產生戾氣，封閉自身財門，
每日放寬心境，飲茶散步，修身養性，心境和順，先可以引動財氣匯聚。好多人誤以為大富大貴就係手握億萬資產，住豪宅，開名車。其實真正屬於長輩嘅晚年富貴係3層福氣合一。第一層係手頭寬裕，存款物業充足，唔使為醫療、生活、仔女開銷發愁，時不時有意外橫財落袋，使錢隨心所欲，唔使計較。第二層係身體康健，無前人，慢性病痛，行動自如，飲茶旅遊，下棋娛樂，隨心所欲，有精力享受錢財帶來嘅閒適生活。第三層係家庭和睦，仔女孝順懂事，孫輩乖巧成才，鄰里相處融洽，內心安穩平和，日日心安自在，唔受是非煩惱纏繞。三者兼備先係完整嘅晚年大富大貴。單單有錢但病痛纏身，家庭不和，錢財再多亦難以體會真正福氣。呢一點亦係我多年嚟同長輩分享嘅人生道理。財運福氣從來唔可以脫離身心，家庭單獨存在，修身積善，既可以引動橫財財運，亦可以養護身心。和睦家庭，一舉三得，相輔相成，流年流轉，歲月公平，從來唔會辜負勤懇向善之人。早年嘅風霜辛苦都係為晚年嘅富貴福氣鋪路。4大生肖天生帶晚福財富，只需要守住寬厚本心，持續積累善緣，等到年歲漸長，財門自然大開，正財穩固打底，橫財一筆接一筆，年年都有意外驚喜。數銀紙數唔完，有閒有錢，兒孫繞膝，身心安康，真正享盡人間晚年清福。命理從來唔係迷信，係古人觀察天地人事總結落嚟嘅生存智慧。生肖撞五行財氣，德行在世間金銀。先天命格定機緣，後天心性定結局。無論屬咩生肖，心存善念，踏實做人，寬厚待人，晚年自有金山傍身，橫財福氣不請自來，日日心安理得，富足安樂，度過餘生。